我哋嘅事故水浸瑕疵車終於有救啦！如果你抱住呢個諗法嚟揾我，話費事我想搞出口，我幫你唔到。大家記住，我哋做二手車出口嘅本意係將國內已經飽和嘅二手車消費市場嘅貨源去國外拉高毛利，而唔係倒垃圾出去。上一次我講嗰個 R 出口條片咧，好多同行私信我話想做出口，你要諗清楚嘅幾個問題。第一，你要做咩車？第二，你打算賣去邊度？第三，你打算點樣賣過去？喺我哋喺柬埔寨開二手車展廳嘅經驗啦，我話你知，我哋嘅外國朋友係點樣驗車嘅。算啦，我嘅身形就不便展示，真係成個人捐晒入去睇㗎，車底洗唔乾淨啊，都諗辦法鋤你幾百蚊美金啊！所以如果你有合適嘅貨，有明確嘅出口目的地，揾我可以幫你搞掂所有出口申報手續，費用係好平嘅啫。如果你有適合做出口嘅貨，唔知去邊好，又咁啱想試下做柬埔寨市場嘅話，咁啊簡單啦，交俾我，國際運輸、外匯結算，我可以全部搞掂晒。車出到去通常15日左右就會去到我柬埔寨嘅展廳，賣咗再同你計數，亦即係我哋將免費寄售呢件事做到國外去。咩叫適合做出口嘅車型呢？你睇我收啲咩車就知㗎啦。譬如呢啲15年嘅 R300。配置唔講先，前提係車靚，同埋你有咁嘅決心去做，冇得翻轉頭嘅。因為我哋二手車出口之後喺國內係要做手續註銷嘅，刺激咧。嗱，記住高利潤一定係同高風險對等嘅。條航線我熟晒啦，要唔要一齊坐船？諗清楚，即刻聯繫我。